因歹势跳抓过去吼。这个时阵，咱要请牧师来传讲信息，木星系列天豪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大欢喜的日子，因为咱要举行圣礼典，有20几位的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领受上帝为因准备的救恩。咱也要透过上帝话来祝福咱每一位。伫咱生命中间有真侪缺无，伫咱听候的代志中间，牧师认为有3项上界重要的代志。这3项也是主耶稣基督降生所为咱准备、为咱带来上界宝贵的礼物。这3项，第一项就是救赎的恩典。这是主耶稣基督透过伊的生命牺牲为咱所带来。因为上帝疼咱人，所以伊找伊的独生囝，互咱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以及永远活的愿望。这是第一项介要紧的天号，也是介要紧的礼物。第二项，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对咱显明咱真实的疼，特别伫咱这个对真的疼无了解的世代，佮真侪人来较无疼的世代，真实的疼确实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所以也是咱所较无所等待的代志。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带来世间一个上界重要的礼物，就是伊对咱的疼，上帝对咱的疼。主耶稣基督也命令咱爱彼此相疼，透过疼来显明主耶稣基督甲咱每一人同在。第三项就是丰盛的生命。咱对耶稣读的第一段经文安尼讲，主耶稣讲：“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这也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头前2项，牧师前几礼拜已经甲大家分享过。咱今仔要将焦点放伫丰盛的生命这个主题。咱对下所读的第2段经文，咱看见一个人，伊的人生看起来真富足、真富裕。但是，实际上，伊的内心是真空虚的人。伊的名叫做撒该。咱要看伊安怎得到改变，而且得到主耶稣基督赏赐伊丰盛的生命。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即时要注心听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摆渡阮心中所有搅了阮领受你的话的代志。互阮用专一的心智，用较无的心智，来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为阮带来改变。主啊，阮也恳求你，将加倍疼、加倍信心放伫阮的中间，互阮有加倍愿望，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也互阮每一人领受祝福。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要对撒该这个人来看伊安怎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咱首先先来看撒该这个人，伊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看伊的名叫做撒该，咱看伊的名叫撒该。经文中间讲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撒该。咱知影犹太人甲台湾人同款，咧替囡仔号名的时阵拢对这个囡仔有一个期待嘛，咱中间所有人拢有名对无？咱的时代可能咱的爸母还是讲咱长辈，但咱号这个名其实拢带有真深的意涵对无？伊拢对咱的生命，这囡仔出世了，咱就对这囡仔有一个期待。我问讲这囡仔未来成做啥物款的人，还是讲咱对伊的想法比如讲，我有2个囡仔，第一个叫做木星木星我号这名的原因就是讲这囡仔愿望讲伊以后会当牧养家己的心灵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伊是牧师的心肝宝贝第2个叫做木奇阮
得到这个囡仔的时阵，阮一直感觉讲这是阮祈祷所得到的，吼。我嘛期待讲伊将来爱是一个诚做一个爱祈祷的人，阮所以我来讲，这是牧师的祈祷，吼，牧师，吼。所以每一个囡仔，吼，伊出世的时阵，伊的父母拢对伊有一个期待，所以对这号名的中间来表达这个长辈对伊的期待。撒该这个名吼，原文的意思是公正，还是讲正义，还是讲清气、清洁，吼。但是咱看吼，圣经中间咱就知影讲吼，撒该这个人吼，可能甲伊的名吼无啥相共，吼。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对无？咱读着讲，耶稣要去叫伊撒该对树顶落来对无？然后要去因兜，要住伫因兜，叫其他的人就议论纷纷讲，这耶稣还去住伫一个罪人的中间，吼，甚至有诶经文圣经翻译做歹人，所以吼，可见对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撒该吼，伊毋是一个公义，毋是一个正义，毋是一个清气的人，伊是一个歹人。所以伊的生命毋是安尼啦，那亲像讲。所以别人咧叫撒该的时阵吼，伊拢会感觉风趣对无？比如讲有一个人叫做正道吼，叫伊拢行歪道吼。别人咧叫伊正道的时阵，伊就心肝足艰苦，这个人敢是咧晓风趣，你若我踢笑吼，因为吼撒该伊毋是即款的人，吼，伊是一个处不义之财的人，所以真侪人真讨厌伊，所以伊的内心其实有真大的矛盾。伊父母对伊有一个期待，伊即马所活的生命多好，甲伊父母的期待完全倒变。伊家己心肝嘛知，吼。所以咱对伊的名，咱知影伊是即款的人。第二吼，咱看到圣经内讲吼，当地有一个税务长，税务长叫做撒该，吼。所以咱知影伊的职务是做啥？税务长，税务长是当时阵真有地位的人，吼。所以伊可能真巧、真强卡，真有智慧，够软壮。所以当时罗马帝国的即个官员吼，就指定伊做亚历哥城的税务长。税务长吼，其实是足大的官位呢，吼。那用今仔日的话来讲吼，可能是一个城市内底迄税关处的上界大的官长吼，咱讲国税局的局长啦，吼。所以伊地位算得真悬，而且当时阵罗马政府有公权力，会当去人某税，去人收税，因为伊有真大的权力所以有时会利用这权力替家己争取真大的利益，因为当时阵的罗马政府要求这个城市爱缴偌济税，有一个数目，然后伊就交代这个税务长去报税，税务长当然，伊想讲我嘛是爱趁偌对无所以通常譬如讲爱缴偌济钱伊通常加人收真济税可能几若倍将固定的数额交去予罗马政府，剩的拢藏伫家己的落地内底所以伊到底人收偌济，伊到底欺骗偌济钱，只有伊家己知影。所以若即款人大家拢感觉讲一般犹太人拢感觉这是罗马政府的糟糕，所以伫犹太人的眼中伊是一个卖国贼、卖国贼，咱若过去咧看电视剧，无做者迄个汉奸对无？也是讲咱卖台湾的，咱叫台奸对无？所以这叫做犹奸啦，犹太人的奸士所以伊无真正的朋友啦。无人真正尊敬伊，虽然伊有真悬的地位、真大的权力，无人会尊敬伊，去用轻视第三项，咱看见着，因为即种人实在是真孤单、真可怜第三项，咱来看，伊真好业圣经中间讲伊是一个好业人，为虾米？要用即款的机会，用即款的权力去争取家己真侪钱嘛。所以伊是一个真好业的人，但是伊伊渐渐发觉讲，我有更较悬的地位，我有万贯的家财，
但是食的物件拢无法度满足我内心的需要，吼，所以伊感觉真空虚啊。伊期待会当改变，拄好有一个机会，伊听到耶稣来啊，听到耶稣来到耶利哥城，所以伊感觉这是一个伊真重要的机会，吼，嘛是伊改变生命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伊想要试看卖，吼，所以今仔牧师要根据伊的生命经历吼，分享5项，吼，咱嘛一项一项来学习，安怎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一项，咱看记着吼，圣经中讲，伊安那，伊为着要看耶稣，吼，圣经讲伊人真矮对无？吼，啊，所以人较矮的人吼，头前拢较悬的人拢看袂到头前对无？吼，啊，像我人无偌悬吼，所以我若要翕相，若是徛伫后壁面吼，拢爱硬骹尾吼，啊，有时硬骹尾佫无法度吼，所以吼，我拢尽量吼。最近大家拢会叫我徛头前啦，因为知影我较矮吼。啊，伊看袂到耶稣吼，所以伊就想讲想一个办法，可能若客袂过人，人都讨厌伊吼，所以就爬起一个双财树顶面吼。啊，但是咱来想看觅，咱看到一个囡仔咧爬树啊，咱可能讲啊，这个囡仔真活骨吼，真可爱。看到一个大人，啊，佫是遐有地位的一个人，竟然爬起咧一丛树啊，大家安尼看，实在是。无啥体面吼，嘛会感觉讲，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安尼做？但是对这中间，咱就了解讲，伊真正足想要看到耶稣，伊感觉这是一个机会啦。所以证明讲，伊期待，吼，伊无爱去亲像咱拄则所讲的安尼吼，伊期待改变伊的生命，伊改变伊的现况，吼，所以伊真期待，啊，即款较无改变的心吼，都互伊。有机会去看到耶稣，而且将伊带到耶稣的面头前。亲爱兄弟姊妹，咱通常咧想讲吼，要来一个人传福音，什么人上歹传福音？就是伊感觉对家己真满意嘛。我对我的生活真满意，我对我的工作真满意，我的家庭我对我真满意，我无感觉爱改变。即款人你要对传福音真困难啊！啊，相反哦。咱若无一颗较无心吼，要接近耶稣真困难。吼，每一个礼拜吼，咱拢对无共款的家庭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时，牧师拢讲共一篇道理对无？共一篇道理，听到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感受呢？有人感觉哦，今仔日我修行真济，有人感觉啊，今仔日清清彩彩。为什么原因？这是甲咱的较无的心有关系啊。当然，牧师爱真认真准备道理，但是咱有爱真认真准备咱的心。如果你若哪较无，你就得到哪济，因为较无的心会当将咱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真理的内底，这真重要。咱看记着，就是世界遮尔较无，所以较有机会看到耶稣，而且被耶稣改变。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看见着真侪人想要改变家己，但是找唔到对象，找唔到方法。世界伊想要看耶稣是虾米款的人？伊对耶稣真好奇，伊可能听过真侪关系耶稣的代志，伊感觉耶稣哦是一个真有权柄、有能力，会行真侪新的技术。伊感觉讲，无一定我拄着伊了，我有哪会改变？伊知影耶稣。伊的教导真吸引人，医治真侪病人，所以伊想讲，无一定耶稣也当互伊得到改变，啊，就是因为伊找到这个对象，所以互伊改变。咱看见着真侪人期待改变，但是安怎找唔到方向？有的人拄着困难，四界去求神问卜，其实咱今仔日咱看到咱的周报内底有真侪今仔日要洗礼的人。因所写的见证，恁即摆爱注心听讲道啦，转去遐看因写的见证真感动人。有个人伊拄着困难，伊就毋知要找啥物人帮助，四界去找，感谢主，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正确的方法，才得到改变。所以世界伊拄好找到一个正确的对象，耶稣基督。所以牧师要互大家理解，
如果你若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关系生命的代志，你就要找生命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才会当真正，互你得到真正的改变。撒该得到这个秘诀，伊找到正确的对象，找到正确的方法。咱看见着，伊找到这正确的方法了，安怎？咱看见着，其实伊伫这个过程中间吼，咱看伊其实是伊的心已经柔软了，伊无遐尼固执，吼，伊为着有机会看耶稣，所以无咧顾家己的形象，伊爬去树顶，因为伊对家己的生命已经非常无满意，伊想耶稣会当改变伊。所以放落伊的一切，伊无去想着我做啥物款的官，我是啥物款的身份地位，我是一个好野人，伊拢无想这个，伊就爬去甲树顶，为着要看耶稣。所以放落伊家己本身，放下身段，伊才有机会去互耶稣改变。真侪人来找耶稣，找找生命意义甲目的，但是伊却无愿意放落家己原本的想法，想要用家己的理解去理解耶稣。为什么这款的人无法度得到改变？因为因用家己的想法来理解耶稣。耶稣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好野人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尖的片较困难。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好野人拢真困难放落家己，想要挖靠钱财。因为伊认为讲钱财会当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咱看撒该这个好野人，伊愿意放落这一切，毋单单有钱哦，一个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要放落家己的想法，真无简单啊，拢爱需要突破，所以牧师要互大家理解，牧师知影有一寡人来到教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还未告别伊的信仰，还未接受洗礼，还未接受耶稣，成做伊生命的救主。其实这个人毋是认为家己的信仰无，认为这个信仰无好，可能心肝有一寡顾虑啦。有一寡人会烦恼讲：我信主了，别人会安怎看我？我信主了，我厝内底的人，可能我一个人信主，伊会安怎批评我？甚至有人背着传统的这个包袱，伊认为讲我信主是一种背祖的方式，的行为，所以有的人毋敢拍破这个。其实教会已经有相关的课程来帮助大家安怎去面对，解答大家的疑义。咱伫教会中间有真个课程啊，比如讲咱有洗礼前造就班嘛，咱有基督徒不可不知的一堂课，咱有基督徒须知班。这拢会当帮助咱。如果讲你感觉讲我上课真艰苦其实上课对咱真好啦如果你若讲我想要较紧知影答案，你当找咱的牧师嘛。咱有遐尼一个牧师会当帮助咱解答咱心中的疑义。你要拍破这个，毋通用家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个信仰。所以咱看见着撒该。伊放落家己咱来理解来讲，咱的人生若要得到真正的丰盛，咱必须要放落固执的想法，这真重要。然后放落固执的想法了，咱就替咱的心准备好，就是会当专心接受耶稣。咱看见着这个经文记载讲，耶稣看到撒该伫树顶，所以伊就叫撒该落来。因为伊知影这撒该，伊可能耶稣若捌这个撒该啊，所以伊会当叫伊的名。伊可能知影伊的身份，知影伊的处境，知影伊有一颗较无的心、追求的心。伊了解伊有真侪苦闷、真侪问题、真侪空虚无法度解决。耶稣要填满伊空虚的心灵，所以耶稣叫伊紧落来，而且加一句讲。我今仔必须要住伫你的厝，耶稣对伊提出这个要求，讲我今仔要去住伫你的厝，伊就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咱看见着，毋简单，耶稣接纳伊，伊也接受耶稣。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咱今仔日要得到一个改变，有一项代志真重要，毋是干那来教会，
拄着耶稣，安尼有若无够，爱安怎？爱迎接耶稣到咱的厝，到咱的工作的所在，到咱的生活，到咱的生命中间。千万毋通做迄个来教会的基督徒尔。咱讲我来遮敬拜上帝，我足敬虔的。若除了我要家己做我家己，我要过我家己的生活，毋是安尼。你要专心接受耶稣啊！伫我过去牧会中间，我嘛看见着，真侪人拄着问题来教会找耶稣。到尾问题解决了，伊就对耶稣讲再见，安尼好，我问题解决了，好再见，我就出去，无要来，无再来，将来佫拄着相款的问题，佫再转来，这毋是一种好的方法。咱应该安怎？爱将耶稣迎接到咱的厝内底，迎接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接受耶稣，你才会当得到真实耶稣要赏赐你丰盛的生命。这项非常重要。最后一项，咱看见着撒该因为耶稣的接纳甲肯定，伊生命完全改变。伊彻底悔改，而且伊的悔改是带有行动的。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讲，耶稣徛伫撒该徛伫对主讲，对耶稣讲，伊讲主啊，咱看见着伊对耶稣的称呼是称呼啥？主啊，你来理解，撒该过去的主是啥物人？是罗马皇帝对无？罗马皇帝叫伊做啥物事，伊就做啥物事。伊过去的主是啥物人？是伊身躯边这财产嘛？伊想要来牵条条，伊惊伊这财产会失落。但是这个时阵，伊称耶稣叫主啊，表示安怎？伊换一个主人，伊接纳耶稣基督做伊的主。伫伊面前，这个耶稣基督毋是一般的老师、列比，是一个弥赛亚，是要拯救伊、赏赐伊永远活命、甲丰盛生命的救主。所以讲主啊，我要将我的财产的一半分予送向人。那过去我有欺骗啥物人，我就要还伊4倍。伊彻底改变。伊过去掠做只有搁较济钱财，才当填满伊空虚的心灵。如今因为认捌耶稣基督来改变，伊真正明白生命的富足，毋是在伫讲厝内底的产业真丰盛，是在伫伊会当分享伊所拥有的。过去钱财是伊的主人，伊是钱财的奴才。今仔日伊是钱财的主人，所以会当将伊的一半分予送向人，做钱财的主人。伊会当利用伊的钱财去祝福其他需要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到伊完全悔改，相款的经验，每一个拄着主耶稣基督的人，拢会得到生命的改变。咱看见着保罗的见证。保罗安尼讲，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70到第80讲，但是我一向认为有利益的，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我拢看做有亏损的。毋仅安尼，我将万事当作有亏损的，因为我也认捌主耶稣基督做至宝，为着伊，我损失一切，当作本色，为着要得到基督，完全甲伊连结。保罗是啥物款的人？伊过去掠伊的财物，伊对律法的认捌甲遵守做主，但是却因为伊即款的骄傲，直到伊违背上帝的旨意，去迫害上帝的教会。伊过去认为世间上较重要的是遵守上帝的律法，今日较知影，因为伊即款的认捌，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去迫害上帝的教会，所以完全悔改，伊放弃这一切。将万事当作亏损，掠认捌主耶稣基督做至宝。虽然看见了认捌耶稣基督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生命会当得到完全改变。不论对保罗对撒该，咱看见着一个心灵丧向的人，变做一个心灵富足的人。我相信撒该
对迄天开始，别人拢对伊刮目相看，这人完全无共款，可能别人开始会尊敬伊，因为伊的生命成做一个活我的见证。主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家庭，进入伊的生命了，为带来十足的改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经历真实丰盛的生命？今日牧师甲大家透过撒该伊的改变，分享5个步骤，咱当一步一步，照伊的方式来领受改变的力量。我相信今日咱的面前要接受洗礼的这兄弟姊妹，因为有相款即款的经历，一步一步来顺服伫上帝的引带，今日要领受主大的恩典。咱一方面为因感觉欢喜，一方面也恳求主伫咱的生命中间，成做咱真正的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阮透过你的话语，搁一遍得到激励。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避帮较无的心，互阮会当完全顺服伫你的引带，也帮助阮会当找到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来成做阮生命的主宰，帮助阮突破阮心中所有的犹豫，甲阮固执的想法，互阮会当全然接纳耶稣基督。也恳求主你赏赐阮改变精神的开力，互阮用精神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迄时，搁请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听，圣诗212首，圣诗212首，请咱起立来吟。请坐。我代表双连教会欢迎今仔日来咱教会做礼拜的来宾。你若是还袂伫爱望的所在写留名卡、请伫座位前摕表来填写了后，直接到收奉员的执事，互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起立来感谢天父上帝，过去的一年久，你保守阮平平安安经过。即个时阵，阮来到伫圣殿，用阮的金钱代替阮的心来献上互你，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这个时阵要洗礼。咱即个时阵要邀请遮个要受圣灵洗礼的遮个兄弟姊妹来到头前。这洗礼名单拢有记载伫咱的周报的第5页吼。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搁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圣有安尼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假是应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圣经中间也安尼记载，五旬节的时阵，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安尼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啊，咱的主所要调的。咱徛踮伫上帝面前，甲众人面前，才兄弟姊妹，亲像伊时彼得叫人着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会做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即个时阵，恁要受洗礼，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爱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这时阵。请会众起立。
芬如姐。心灵愤怒，我用水带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阴地鸟，我用水带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至于菜，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但淑慧，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卢小娟，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怡燕，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杨智慧，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谢秀清，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刘秀慧，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我们前后好交换好。林木孙，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顺远，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谢江坤，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郭家豪，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林伟安，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洪家龙，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当恁已经个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接落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你用圣礼典接落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教会这个大家庭。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佮用你的圣神降临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稳定守护因，互因结连伫主耶稣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主啊，当因拄着试炼时，恳求主你保护因，互因会当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贵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佮互因会当一世人服侍你。愿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咱这个时阵要请牧师甲咱的长老来
握手欢迎甲接纳受洗礼者。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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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恭喜恭喜！这时阵，咱要牧师要代表教会赠送礼物甲证书互因，同意。同意。恭喜！恭喜！来，你向前一下哈。同意，同意。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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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恁向后转哈，向后转。牧师来简单介绍。咱先拍鼓仔来因鼓励吼。我要对第一排牧师的正手开始来介绍吼。第一位是心灵分炉姊妹吼。牧师介绍伊的时阵吼，伊的亲人甲伊的小组长也是伊有参加的团契吼。这兄弟姊妹咱起立吼。来，咱先介绍心灵分炉哈，好，好，林丽娇姊妹，好，季玉钗姐妹，好，单小辉姊妹。卢小娟姐妹，林怡燕姐妹，张智慧姐妹，谢秀清姐妹，刘秀慧姐妹，咱来介绍兄弟吼，林木顺兄弟，
林顺元兄弟，谢江坤弟兄，郭家和兄弟，林伟安弟兄，洪家龙弟兄，感谢主咱欢迎伊加做咱双林教会厝内底或者大家庭的兄弟姊妹咱搁一遍拍鼓来因欢迎好，咱请回座请回座。咱接下要来进行跟信礼甲信用告别，请咱要接受跟信礼甲信用告别的这兄弟姊妹来到头前。咱今仔有5位要接受捐信礼因是遮个细汉的时阵就得到父母的引带来到主的面前接受小礼洗礼，现今已经大汉，要来接受捐信礼佫有咱有中间有一位张婉柔姐妹，伊是对外教派转入来咱的教会所以伊详时甲因做伙做信用告别这时阵，牧师来宣布这个徛伫咱的面前是细汉已经受过洗礼，也是伫外，或者是伫外教派已经受过洗礼。咱今仔日要行献信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所以所听的会徛踮伫主的面前的这个兄弟姊妹，恁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长大成人。当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父母替恁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伫伊，献家己互伊，也重新誓约要服侍伊。咱中间嘛有婉柔姐妹，你早前已经甲上帝已经立约。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安尼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人的爸面前要认伊。所以我劝勉恁，就告别恁的信，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牧师所问恁的。你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无？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当恁细汉已经受洗礼，只是恁家己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够应允要保守你的教会到落尾。主啊，我感谢你，对这个伫细汉就受洗礼的这个细囝所施落的恩典，我也感谢你，互教会对这个接纳因就归上帝的欢喜。我感谢你，因为对因的受洗礼，你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我感谢你，因为因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伫生活中间得到好的帮衬。我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过。因即时要奉献家己互你的时，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因，
当因就近恁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血时，愿恳求你，互因会当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主啊，愿恳求你用顶面的能力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伫你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国的内底。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即个时阵要请牧师甲长老用握手来接纳因。好，请你们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哈。咱对牧师的正评哈来介绍柯佩萱姐妹，好，咱请伊的亲人甲伊小组好，起立好。刘淑雅姐妹。张舒雅弟兄，王宏阳弟兄，郑弘毅弟兄，咱有一位信用个别的哈，张婉柔姐妹，啊。请回座哈。这时阵，我来报告。真欢喜，今仔日洗礼兄弟真做上帝囝儿，有份伫即个大家庭上来祝福恁。等一个爱有拍照吼，所以等请洗礼人拢踮即个所在吼，做伙拍照安尼吼。了后会当到九楼的参加新生命餐会，咱会去亲朋友留落来。咱有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李方东兄弟、李宗彦的爸爸，伫12月18日安歇主怀，定历2019年1月7日，即个拜五上午10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景仰厅的2楼至善2厅举行一连告别礼拜，请咱的兄弟关心代祷，甲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佫一位是咱的本会会友吴俊佳兄弟，伫12月18日安歇主怀，定历2019年1月15拜二上午9点半，伫台北市的第2殡
殡仪馆的景仰楼真爱二厅举行一念告别礼拜，同款请兄弟关心带导甲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咱的会友谢碧霞姊妹左慧芬的婆婆，伫12月20安歇主怀，定年2019年1月初2。即个拜三上午8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仰路3楼志美4厅举行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导甲参加，愿上帝安慰为主。咱恭喜本会会友林神佑、陈立吉长老因夫妇的囝林伟丽先生甲陈意涵小姐定伫2019年1月初6后礼拜日下晡3点，伫咱的教会10楼举行结婚礼拜、感恩礼拜，欢迎大家参加观礼，愿上帝赐福新人。第3点，咱的岁末感恩祷告会，就是伫拜一，明仔阴暗的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咱的10楼有跨年的祷告会吼，请咱来参与，有敬拜、学乐。祈祷吼，岁末的感恩，欢迎咱大家踊跃来参加，来感谢上帝这一年来对咱的疼惜甲恩典满满。啊，咱的总务的消息，今年度的各项的奉献到今仔日就截止吼，啊，所以请恁要奉献做今年的奉献的，请你到今仔日来截止安尼。啊，搁第6页第5，咱定伫2019年后礼拜日第3礼拜当中要举行认证者就任式，请各位团契、诗班、敬拜团新的同工保留时间来参加。这个时阵，咱要请咱的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带导。我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才有一个区美娥邱美儿小姐，伫后壁面吼，对，欢迎。其他敢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有无？咱有今仔日咱受洗礼者的这家属，我感觉拢起立吼，互咱。拍拍来，因欢迎一下哈，欢迎哈。欢迎大家当参加新生命的餐会哈。好，牧师爱阁提醒大家哈，明仔载是咱今年的最后一天，所以咱伫暗时的时阵7点半有举行这个。岁末感恩祈祷会吼，所以请大家会当半工来参加吼。希望讲咱伫即个时间吼，会当感谢上帝一当的引带，伫每年都求上帝继续保守看顾引带吼。牧师的补充报告到这，多谢。咱做伙来吟上言512首，请咱起立来吟512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共受切恳。